受到疫情最近通货膨胀影响，社会团体募款拢拄着困难。亲像南高雄的教学中心统计，今年细亚捐款敢若剩用过50尔。也毋过这几天中计受理户家庭却是哪来哪济，所以呼吁企业甲民众做伙来斗相共这弱势的囡仔。空手道金牌选手叶永军，骹手溜俩展现空手道的功夫。今年会当摕到全中运的金牌，伊除了要感谢教练，也有自细汉到大汉，拢一直甲小婷的家父中心。因为双亲离异嘛，然后就是平常家里没有人的时候，刚好老师他们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来我们家里，然后去跟我们聊天，然后就是了解我们最近的状况。家父中心的助学金帮助亲像叶永军这款的少年囡仔去追求梦想。不过，根据家父的统计，2022年全台湾有12%的家庭需要支持，甲5年前比起来，阁增加2.7%。希望因为少子化，新增加的儿童辅助案件有变较少，弱势的家庭要是需要支持。家父真烦恼，这几年疫情甲通膨的影响，无论是发票或者是小金额的捐款，拢明显变少。尤其在今年，我们自己就会看到我们的小额捐款整个是掉了大概50%左右的这个比率，所以对一个社福机构来说，其实我们很焦虑。家福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社福团体的一些需要募款的资讯的时候，我会去转发，让我们的这些募款的动作呢能够更扩大。家父中心目前会主动去各种活动募款，另外这个月24会伫咧月母营嘛有一场爱心的园游会，希望企业甲民众会当做伙来关心弱势家庭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